港大同學會小學創校已經超過20年，一直致力培養活潑、好學、思辨、創新嘅學生。為咗培養學生嘅閱讀習慣同埋創新思維，學校設立咗多項嘅設施。近年嚟，學校更積極引入教育科技，例如 APUS 嘅智能學習平台，幫助學生透過知識型學習同埋促進學習嘅評估，提升自主學習能力。而家等我哋一齊聽聽宋副校嘅分享，了解 APUS 點樣同學校嘅教育理念相輔相成，為學生創造更好嘅學習體驗。有唔少學校對於語文科使用電子平台都有啲猶豫，而貴校去年喺中文科同埋數學科都係會有使用 APUS 嘅平台。而宋副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同學科嘅推行經驗呢？我諗中文同數學咧，其實用嘅對象啦、方法範疇都有啲唔同嘅。因為中文咧，你分咗聽說讀寫嘅，咁但係我哋覺得 APUS 最幫到學生咧，就係閱讀嗰部分啦，同埋語基嗰兩個部分。咁因為其實學生做完之後，其實佢可以自己檢查翻自己咧呢啲概念上面有咩不足嘅地方。咁而且咧呢兩樣嘢咧，呢兩個範圍咧，咁其實佢啲答案咧都係好肯定啊，啱定唔啱㗎啦。咁所以學生跟進起上嚟就容易好多咯。咁至於數學科咧，就其實基本上各個範疇我哋都可以俾佢哋去做嘅。咁而且咧，因為數學科其實比較容易 set 到啲難度題目嘅難度就好清楚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有分組個教學啦。咁所以喺呢個設定方面咧，我哋容易啲按學生嘅能力去發放個功課咯。咁所以兩科嘅用起上嚟嘅策略有少少唔同。貴校係點樣利用 APUS 去照顧學習多樣性同埋學生個別嘅需要，而且藉着強化師生嘅互動，提高學與教嘅效能？咁我諗有兩個層面咧，第一個層面咧就我哋要判斷學生嘅能力嘅。咁譬如中文科咁樣咧，咁我哋就做完一啲嘅功課之後咧，我就判斷到學生喺嗰個課題個水平去到邊度啦。咁跟住我哋就用 APUS 做一啲跟進嘅練習。咁如果嗰一個課題學生表現比較好嘅，咁當然我會 set 可能一開始就 set 進階題目俾佢哋成班去試做啦。咁當然個別同學有時有啲甩漏嘅，咁可能個別嘅同學撳嘅時候，我就撳一啲初階嘅題目俾佢哋去完成。咁至於數學科咧，因為其實高年級咧，其實我哋有啲分組教學嘅，咁基本上每一組嘅起步點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已經係按住咗組別啦，然之後起步點嘅時候設定咗個難度，譬如喺我教嗰組咧，通常我都係 set 進階嘅題目俾佢哋做一個起點去試下佢哋嘅程度先嘅，咁其他組就按佢哋嘅需要去發展啦。咁至於去到回饋嗰方面啦，因為其實 APUS 我覺得最好嘅地方就回饋嗰個部分，咁其實我哋有兩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就俾學生自己去講翻俾我聽，其實佢見到啲咩地方，特別係嗰啲錯題補做嘅部分，咁其實佢哋最欣賞嘅，因為佢哋錯咗有得再試答，咁就容易啲去跟進翻，因為亦都有得解釋，有短片解釋啦或者文字解釋。咁至於老師方面咧，我哋就會咧開翻成班嗰個整體表現俾佢哋睇，咁俾佢哋判斷到咧邊啲題目係常見錯誤，咁佢有冇犯錯啦？邊一啲題目咧基本上大部分都啱嘅，但係佢又錯咗喎，咁就俾學生容易啲去檢視到佢自己咧，其實整體喺嗰個課題嘅水平係如何咯，咁就變咗可以 APUS 能夠多角度咁照顧到我哋學生嘅多樣性，咁老師亦都可以容易啲同佢哋互動，話到俾佢哋聽，其實佢哋嗰個作答嘅情況表示緊啲咩嘅現象啦。APUS 嘅知識型學習同埋學生嘅成績數據化等等嘅學習模式，對於一啲老師嚟講都係比較新，甚至可以話係一種範式嘅轉移。學校推行可能會遇到一啲阻力。宋副校可唔可以分享下係點樣會令到貴校堅持咁推行呢？嗱，因為咧，其實我哋學校咧就推行緊呢個自主學習，咁其實已經係第二個嘅3年計劃講呢個自主學習，咁但係要自主學習，其實要學生識得自己檢視翻個學習情況，咁其實數據嘅輸入係好重要，咁佢唔可能淨係靠感覺噶嘛，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呢個係學校整體討論出嚟嘅方針嚟嘅，我哋需要加強數據嘅使用，咁而 APUS 咧就正正咧就照顧到呢一個嘅需要，因為其實基本上佢能夠按能力咁俾學生做唔同程度嘅題目啦，但係亦都有整體嘅報告俾我哋
同埋俾學生檢視到佢哋自己作答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就完全切合咗我哋嗰個校本嘅週年教育發展計劃㗎啦。咁但係咧要做起上嚟，好似你咁講啦，咁其實因為唔同老師嘅學習背景都唔同嘅，文科同理科嘅老師嘅理解都唔同嘅，咁所以喺開始做 APAS 之前啦，第一我哋有試點啦，先揾數學科做一個嘗試啦。第二其實語文科使用嘅時候，我哋之前都要有一啲嘅教師培訓嘅，咁就話咗俾佢哋聽咧，即係同埋一齊試做咗啦，就係點樣利用嗰啲數據啦，同埋點樣去發布一啲唔同題型嘅題目俾學生使用，咁就等佢哋做起上嚟嘅時候咧，即係能夠各科都會一致，咁學生都容易啲去適應，咁同埋亦都喺使用起上嚟嘅時候啦，更加符合到我哋原本設計嗰個發展計劃嘅原意啦。貴校使用 APAS 已經2年啦，老師喺學生嘅自主學習方面都下咗啲咩功夫？學生嘅表現又如何呢？嗱 APAS 咧，其實係我哋學校發展計劃推行自主學習嗰部分嘅其中一環嚟嘅，因為其實要互相配合嘅。咁我哋學生咧，其實本身自己都能夠喺各個單元度啦，有設定目標啦，有進行呢個反思嘅工作。咁 APAS 個切入點就係其實提供一啲數據，俾學生更加容易檢視佢哋學習嗰個情況。咁而推行咗，即係 APAS 已經用咗我諗2年幾啦。咁其實學生都適應咗呢個平台㗎啦，因為佢哋由2、3年班開始就使用㗎啦。咁佢哋亦都好容易就撳得到咧，其實啲錯題係點樣做啦，點樣做翻啦，點解會錯啦？咁而佢哋特別欣賞嘅就係 APAS 上面有得玩遊戲啦，即係尤其是咧話即係做完好多練習之後，其實攞到金幣玩遊戲，其實佢哋好中意嘅。咁所以變相咧 APAS 對於學生嚟講，其實都好受歡迎。咁尤其是係可能喺譬如評估之前啦，或者做單元總結嘅時候，其實佢哋更加喜歡，因為其實基本上APAS 就按住咗佢嘅能力去發布啲題目，做親嘅題目其實都係比較容易見得到係佢哋常犯嘅錯誤嚟嘅。咁呢樣嘢就其實比平時嘅功課嚟講咧，就更加能夠照顧到嗰個別嘅差異。咁所以其實學生就已經完全適應同埋都接受咗呢一樣嘅功課㗎啦。學校使用 APAS 後最大嘅改變係乜嘢？我覺得最大嘅改變就係其實佢係幫我哋咧自主學習嗰個進度咧就前進咗，因為無論喺老師方面啦，同埋學生方面咧，我哋對於數據嘅使用咧都加強咗。咁對於學生嚟講，其實佢識得用啲數據去反思翻自己嘅學習；對於老師嚟講咧，其實嗰啲數據就反思翻佢自己個教與學有冇啲乜嘢其實容易遺漏同埋不足嘅地方。咁所以整體嚟講，其實我哋整個學校嘅嗰個自主學習其實就因為 APAS都前進咗一步啦。